主后2024年3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宏观的视野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到45节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入去犹太地区，过去约旦河的迄边岸，群众佫聚集去遐。伊佫照常教示因，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要试探耶稣。我来问伊讲：丈夫离伊的某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摩西有互恁甚物命令？因讲：摩西允准人写离婚书，就通离伊的某。耶稣甲因讲：摩西是因为恁的心意，才写即条诫命互恁。毋过起头创造的时，上帝造人有男有女，因为即个理由，人会离开伊的爸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因已经毋是两个，是一体。所以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拆开。因入去厝内的时，门徒佫问耶稣即个代志。耶稣甲因讲：无论甚物人，离伊的某去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伊的某。某若离伊的丈夫去嫁别人，嘛是犯奸淫。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，伊甲因换手祝福，门徒甲因责备。耶稣看到，真生气，对门徒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耶稣就甲因抱，换手祝福。耶稣拄要出外的时，有一个人走来，跪伫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好老师，我着做甚物，才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哪会讲我是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：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毋通诈欺，着孝敬爸母。迄个人应耶稣讲：老师，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注目甲伊看，听伊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善车人，你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个听到即句话，面失色，忧忧愁愁离开，因为伊财产真多。耶稣四周看一阵，甲门徒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困难。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，非常着惊。耶稣佫甲因讲：细囝入上帝国真正困难。路德庄稼占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较简单。门徒佫着惊，大声讲来讲去，若安尼，甚物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讲：这事人做袂到，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逐项拢会。彼得就甲耶稣讲：我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。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甚物人，若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放下厝体、兄弟姊妹、老母、老爸、囝儿甲田园，伫今世会得到百倍的厝体，
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、囝儿甲田园，阁有迫害，伫来世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总是真侪第一个为做上落尾，上落尾的为做第一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伊行伫头前，门徒感觉真奇怪，第一人真惊吓。耶稣搁一遍带12使徒去边仔，将伊特要拄着的事甲因讲。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未受出卖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为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。因为甲伊戏弄、骗烂、鞭拍、害死。第3日，伊为搁活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行正前，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所求的，请你甲阮成全。”耶稣问讲：“恁爱我甲恁做甚物？”因讲：“你得到阳光的时，请互阮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毋知家己得求甚物？我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？我受的洗，恁会当受袂？”因讲阮会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所啉的杯，恁要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要受。不过，坐我的正边倒边，毋是我会当互人的。上帝为着甚物人准备，就互迄个人。”其他12个门徒听到，就对雅各甲约翰生气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知，伫外邦人的中间，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的，做主甲因管辖，因的领袖甲因支配。不过，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的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正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。”封关的时仔，耶稣3度预言，伊特要伫耶路撒冷受拒绝、受杀害，含搁活。就算行伫这条特要受苦的道路，耶稣也要谆谆教诲甲伊有相拄的人。首先，耶稣用上帝创造的恩惠看婚姻关系，藉着安尼警戒审议固守休妻法律的法利赛派的人。接续有真侪人带着囡仔来见耶稣，却互门徒责备。若是耶稣欢喜快乐，甲囡仔抱起来，为因一一祝福。耶稣用上帝恩惠的宏观视野看世界，引带人看见上帝国的样貌。上帝恩惠遮尔美好，总是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容易无？就是财主来问耶稣，安怎才会当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还欠一项，你去买所有的来分互善车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”伊却面失色，忧忧愁愁离开。耶稣袂禁止感叹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啊困难。后来门徒互相争抢坐大位。耶稣指出：恁中间爱做大的，就做恁的妻佣。耶稣讲：人子毋是来要互人服侍，反正是来服侍人，搁为着救赎众人，献出家己的性命。甘愿谦卑服侍，是前进上帝国的必经之路。耶稣确是军队者，用上帝创造世界
的宏观视野去实践福音，就当用谦卑舍己的态度服侍众人。1927年，孙理莲和副师孙雅各牧师按美国来台湾宣教。对伫安尼，伊委身服侍弱势族群超过50年。伫当时台湾普遍赤贫佮交通不便的年代，年岁超过半百、身躯萎缩无到5尺的孙理莲，只要听到倒位有人受苦，伊就带着物资带医疗团跋山涉水，行入山车佮偏僻的所在，帮助得受苦的人。伊为着山区的原住民设立产房，互妇女有卫生的所在通生产。伊也成立气病疗养院，互病人得到照顾，佮开办实验所，互失业者提升专业技能。孙理莲对原住民深切的疼，这是我的同胞青年展露无遗。除了对原住民的关爱，孙理莲伫台湾阁创办真侪救助机构，加惠无数的善车破病、孤苦之人，互台湾人赞誉做山地之宝、孤儿之宝、蒙包之宝，甲满风病人之宝。孙理莲甘愿为台湾人的需要诚做仆人，这拄好是伊用宏观视野看万民万族，是出自上帝恩惠创造的行动。笔者服侍的教会附近有一间义民庙，是当地民间信仰的中心。庙口前放一大块看板，顶面写讲：莫问神明会当庇佑你甚物，着问家己会当为乡里做甚物。暂且不论这个看板是毋是会当达到教育信徒、服务公众的目的，至少伊提醒咱为众人的公益甲社会公益奉献，应该是你我伫传扬上帝创造的宏观视野所应该追求的。教会搁较着努力接事。日想，我安怎用宏观的视野看周围的弱势者，搁实际付出行动？我安怎用宏观的视野看周围的弱势者，搁实际付出行动？咱来祈祷，充满恩典的主，愿你帮助教会用上帝创造世界的宏观信仰，看待世间的万国万民，搁对弱势者和苦难中的人伸出援手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